今天收到觀塘區的老闆發來了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升級。拆開快遞，司機來了一把這個豐田的汽車鑰匙，拿到鑰匙先檢測鑰匙的信號。閘門這邊升級，這個豐田的車鑰匙也是升級的比較多。現在信號檢測沒有問題，再把殼子拆開，取出主板就可以來升級了。風居鑰匙也是比較容易拆解，這邊升級，汽車鑰匙也是不分車型的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升級。只要你的車有帶遙控器就可以升級。現在把主板拆出來之後，放到工作台上，焊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。所有路線焊接好之後，再拿出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液晶鑰匙。所有功能已經全部調試好，車標也已經調試好，裝上主板就可以看一下效果。現在一把全新的豐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外觀變得非常不一樣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的有科技感，非常高級，而且還會升級新功能，又可以這個屏幕，也可以觸摸操作，可以看時間、看日期，會升級。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，就會升級老車沒有的功能。現在鑰匙升級好，檢測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發回去了。